来看桃园的中立哦，有里长指控讲，甲买拍火器的钱食掉。佮讲区公所已经证实讲有这回事，也毋过区公所是否认，里长嘛话冤枉哦，讲伊当初收到财产的登记，并无这批拍火器。后来是有找到18支已经过期的拍火器，嘛依照报废的程序来处理。伫个内的群组内底，有人标出桃园中立有里长涉嫌甲灭火器的钱拢食去，还佫讲区公所已经有证实这件代志。一个做里长1个月要5万块，连里面救命的钱都拢要贪。毋过社区的里面大部分拢讲，并无听过这件代志，认为可能是派系斗争。目前我是没有听到的，我们合理怀疑，但我们必须要去小心求证。毋是这款人咧，阮这个社区有两派，嘛有一个证据，你无袂使冤枉人。针对民众质疑里长食钱的代志，区公所回应讲，根本就无接到投诉，嘛无证实这件代志。里长嘛话冤枉讲，伊接里长的时阵，财产登记典卷并无这条，嘛根本毋知影有这批灭火器。目前已经找到18支相关的灭火器，以财产管理报废程序来处理。这怎么卖呢？这不能卖啊！你要回收，不能随便丢啊！就是他们去检举，我们去找到的，因为我财产里面没有啊。他这个是105年的，我们财产里面是2021年的。里长已将预期的灭火器先行取下，后续将请清洁队至里内清运。自清运完毕后，该里尚有未预期之灭火器可供里民使用。区公所表示，灭火器是依护里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公务，以里办公处监管持有公有财物处理原则，嘛会请各里办公处随时清点灭火器甲财产使用的效能甲年限，而且嘛要好好保管财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